伫咧菲律宾甲越南有发现台湾的史前时代遗迹，这代表人类可能早就开始航海捕鱼啊。史前文化博物馆即马就出一款模拟体验的装置，互民众坐伫咧帆船顶悬了解古早航海，佮有美南文化遗迹的知识。游客坐起哩风的古帆船，用现代互动科技对金毛做航海王，对台东出海驶向华联。那亲像真正的过船，按照金毛的路线控制航向，中途会出现课题，可民众参观卑南史前文化遗址公园了后，对史前文化的了解。可以边玩边学习，比直接看好多了。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表示，透过考古发现，推测东南亚国家有台湾史前的遗迹，可能是透过海上贸易，而且最近几年东部当地发展传统的航海技术，为着让一般的民众也当体验，并且了解史前人类遗迹的交易行为，特别设计这种航海互动式的体验。一个空缺没有补上来，就是弹域的传播。然后人类学或者史前馆也想让大家知道。史前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，所以海洋一直都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连接的道路。我们重新跟太平洋这个所谓的南岛的兄弟姐妹来学习这个航海。史前馆表示，因为目前经费不够，活动式的装置干那手部操作的活动，未来搁再争取经费，希望会当互船也叮当，并且增加东南亚的航线，互民众更加熟悉史前的台湾甲世界的连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